個人專業嘅實力。喺所有嘅實力裏邊咧，喺現今嘅工商社會，要同人交易，要話俾人聽有本事，要令到人想同自己打交道，甚至順利打開綠燈啊，入去裏邊咧同人傾嘢啊，各樣咧冇一個專業嘅實力，即係話咧做零部件都要做最有價值嘅 active components， 而唔係啲 passive components。咁呢樣嘢咧就係我哋嘅專業實力，或者以前咧有啲叫專業主義。呢度咧可以由一個藝人開始講起。咁香港一個好著名嘅藝人，咁其實咧佢好有心嘅，佢唔知係有實力嘅，咁會翻返個母校啊，咁去鼓勵啲學生咧，佢哋嘅理想啊、人生嘅道路啊呢啲嘅。咁呢啲咧表面上聽到我分享啊，好多人都有啦咁樣樣。咁第一咧有冇心就已經係其中一個分別㗎啦。定係話為廣告咧，咁好多人心裏邊係知道嘅。咁咯喺呢個例子裏邊咧，藝人本身佢就係一個專業嘅實力，佢唱歌啦、台型啦、揀啱嘅歌啦、表達歌詞裏面嘅情感啦，佢唔淨係唱一啲文字出嚟，係文字背後隱藏嘅故事咧，要唱得到出嚟。咁呢度咧就牽涉到好深厚嘅文學功底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一個藝人佢唔淨止要有一個嘅專業嘅實力，佢仲有一個自己綜合實力，譬如打扮、衣着、髮型啊呢啲啦。咁仲有自己軟實力，識得推廣自己，例如自己嘅 social media。咁仲有硬實力，因為喺呢啲公益嘅以外。咁佢所屬嘅唱片公司啊、公關公司啊，佢要賺錢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唔識理財，唔識分辨邊啲係公益，邊啲係要收費嘅時候咧，都幾麻煩嘅。咁所以咧，一個藝人其實就係一個專業作為一個核心之外，旁系亦都發展出大量嘅綜合實力、軟實力同埋硬實力出嚟。如果唔係咧，一行到現場，人哋感受到嘅氣場咧就已經好唔同。現場小朋友點解咁歡呼、好開心、好勝利嘅手勢咧？就因為係啦，揾到一個未來我都可以發展成一個理想嘅自己，可以成為一個咧有專業，然之後咧有綜合實力、有軟實力、有硬實力等等嘅模範啦。咁我哋所講榜樣，咁藝人返自己母校嘅時候咧，就係一個榜樣嘅展示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所講嘅專業咧，就第一，我哋係一個嘅謀生一技之長嚟嘅。咁譬如咧，我哋做一個嘅財務啦，我做工程啦，做記者啦，做文書啦，或者做唔同嘅產業。譬如我對一個行業，一個玩具業啦、IT 業啦，而家 AI 啦，咁啊做個廠佬啦、工廠辦工廠啊呢啲咧，因為工廠製造嘅流程咧係牽涉到動輒咧幾百人甚至過千人嘅。咁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專業嚟嘅。咁只係咧大多數因為個外觀形象咧就覺得咧已經好似麻麻地，其實就唔係嘅。佢嘅實力咧係好強嘅。咁咗電子啊、建築啊、演藝啊、教育啊呢啲係一個謀生一技之長，去到社會係認同呢一個嘅專業當中，我哋覺得最理想嘅就係醫生同律師啦。咁呢啲咧就係去到謀生一技之長咧，差不多到極致嘅時候咧，就成為一個好嘅例子。所以咧，大多數父母就話希望第一仔第日咧做，我啲女咧第日就做醫生又做律師。咁其實咧佢就唔係一定係想做醫生同律師呢個職業嘅，係佢成為咧一個專業有謀生嘅一技之長，而且咧係可以 substantial 咧永續發展落去咧，升級下自己啊，又或者咧更加之咧去到跨領域，因為咧未來嘅出路係非常之多嘅，而且咧係知識附加值極度之高嘅。咁同埋當然啦，一定要入啱一個行業，因為我哋都聽過一個俗話講，女嘅怕嫁錯郎，男嘅就怕入錯行。咁如果咧入一啲行業咧本身式微緊嘅，咁其實咧係真係幾麻煩㗎。係啦，譬如舉例子快遞業啦咁樣，咁快遞未來係其實咧好大程度咧係會減省人手，因為咧用無人機。咁如果我改為我即係操作無人機咧，咁份工咧閒閒地到60幾歲咧，都仲係會繼續做落去嘅。咁呢個咧就係咧，當我哋入啱行業，入啱咗行業之後咧，我哋不斷咧同個行業咧伴隨競爭。傳統如果只係做一啲人力嘅物流咧，咁就真係幾麻煩啦。另一個咧，我哋有專業嘅咧就係中英文。咁呢樣嘢其實好多人都明㗎啦。咁中文點解無可替代咧？因為咧佢沉澱咗成為四書五經，係好多代嘅用中文嘅中國人咧，同埋外邦外族人咧積累沉澱出嚟。佢治理嘅係治理人嘅心法、人心。咁咧佢係因為一個用嚟治國嘅書，尤其是中國歷史係一個治國嘅歷史。
我哋讀嘅係儒家嘅歷史，點樣治國、尊君、敬天。咁英文點解一樣唔可替代呢？我哋見到法國人啊，尤其法國人其實係好歧視英文嘅，因為覺得太膚淺啦。咁點解依然世界上咁多嘅英文呢會流通緊無可替代呢？第一係佢個理由就夠簡單，咁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，因為呢夠簡單嘅。咁話第二個就話美國國力好強勁，都係。咁而呢啲咧都唔足以令到英文有咁強嘅無可撼動嘅地位，其實就係因為英文佢寫成咗海洋法，即係今日我所講嘅普通法，而且咧積累咗幾百年喺英聯邦國家裏面出嚟嘅法庭嘅判決書，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標準。香港寫嘅啲判決書咧係世界一流嘅，基本上嚟講咧，只有世界向香港嘅普通法判決書取經嘅，幾乎冇乜可能咧。我覺得可能間唔中有一劑半劑咧，係我哋要向人取經嘅啫。咁就係因為呢啲咁優秀嘅判決書咧，令到英文出現咗無可撼動嘅地位。尤其是如果考紀律部隊，唔好講律師先啦，考紀律部隊咧，基本上英文唔好咧，係冇可能讀得掂呢啲判決書嘅。咁至於去到法庭啊，準備個人工作就更加厲氣啦。咁所以咧，英文點解一樣無可撼動？今日香港要教嘅兩文三語就係因為咧，除咗我哋要學識中文嘅治國，亦都要學識英文沉澱落嚟變成嘅法律文字或者叫法律嘅語言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其中一個專業外語，我哋一定要擁有嘅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咧，我哋作為一個最簡單嘅總結，咁就係咧，專業亦都等於一個嘅核心競爭力。因為我哋首先一定要有一個專業，然之後咧建立咗我哋嘅綜合實力、軟實力、硬實力，同埋一個叫巧實力，呢個偏偏地嘅一個實力。咁然之後點我哋明白啦？點解英文咁重要？點解外語點都要學識一樣？最快最容易搞嘅其實就係英文嚟嘅。咁當然有一啲個別嘅國家咧，一定要識國防啦。咁譬如喺內地，如果冇國防嘅意識，咁其實好多工作咧都比較難進行嘅。入國企啊，或者係入一啲譬如華為啊呢一啲咧，會牽涉到敏感信息嘅咧，冇呢一樣嘢咧，其實都幾難入到去嘅。咁香港冇法治思想，就知道好嘅工作或者中階以上嘅工作咧，就已經冇可能做得到啦。咁呢啲咧就每一個人一定要發展出嚟嘅，叫專業實力。然之後咧，發展埋其他嘅綜合實力啊、軟實力啊、硬實力啊、巧實力啊呢啲，咁喺下面嗰個嘅文字描述裏邊咧，都有呢一個頻道裏面咧唔同嘅短片，就介紹呢幾個唔同嘅實力嘅。